少唔同嘅延展嘅動作。試下。你一男性先，放心就得㗎啦。我係嚟做呢個中華文化嘅呢個宣傳大使啦，做下義工咁樣，可以令我明白到呢個AI 嘅發展嘅狀態啊，同埋你亦都可以知道詠春嘅呢個文化遺產。有時候有啲嘢唔使 model answer 㗎，純粹講自己感受。即係好似啱啱哥哥問你咧，嚟做幫手，你學到啲咩啊？各方面嘢，你講下你同人接觸嘅時候嗰種例如你會介紹點樣玩㗎嘛？其實呢個都已經係學緊嘢㗎。咁同埋你不斷狂望人哋喺度耍嘅時候，你再諗翻起啱啱師傅教你嘅時候有咩分別咧？呢個都係一個反思嚟㗎，明唔明啊？就係咁。喺嗰個活動裏面啦，亦都俾同學仔去做一啲幫手，去推廣成個中華武術各方面嘅嘢，俾佢哋學到點樣與人相處啊，同埋就接觸到外界嘅社群咯。改變你平時嘅動作，可能你做一個動作，可能你伸拳，可能假設你要做2下，佢就教你用一個最快嘅速度去做咗呢件事。師傅亦先教咗啦，咁而我哋學識嗰啲動作之後咧，再透過 AI 嘅動作啊，記低咗師傅嘅動作俾我哋睇翻、訓練翻咧，咁就可以呈現到呢個令我哋學習到呢個師傅嘅更好嘅動作，令到我哋更加認識到詠春呢樣嘢。我哋影埋張相就可以。大家俾個手指我啦，係啦。好簡單，係啊，跟住一間你跟住我師兄做，即係電視入邊嗰個。咁依家有呢啲咁嘅標準咧，佢可能睇需要改善動作呢兩個。喂，我點樣可以做到上啊？我係太極。哦，太極嘅，哦，係。初大家差唔多，我哋呢打啫。再嚟1、2、3。項目呢，由北角普馬沙開始，再放眼全球，發揚同埋傳承中華民族嘅精神人物，實在值得大家熱烈嘅支持。作為葉問詠春嘅祠堂，詠春體育會近年更與樹仁大學及各界政府合作，將葉問非遺走進大、中、小甚至幼稚園，或以科技層面展示給大眾，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成個研討會裏面啦，無論係加文博士啦，定係李玉昌師傅啦，佢都展示咗好多啲好珍貴嘅圖片，例如話即係葉問宗師以前個樣係點樣啊？佢係有啲着西裝嘅相，各方面。最側嗰個咧就係葉正師傅，葉正師傅咧就係問功嘅第二仔。咁點解要咁對咗咁吸引咧？因為過往我哋對於葉問嘅理解咧，好多時嚟講係基於電影嘅。咁電影裏面嘅形象同真實嘅葉問宗師係點樣咧？咁其實係好大分別嘅。咁喺個過程入面，我知多啲啦。喺成個研討會裏面，我見到好多一啲唔同嘅一啲史料啦，即係無論相啊、一啲文件各方面。咁我同同學仔去分享，或者係大家一齊去思考嘅時候，就點樣透過呢啲相裏面揾翻呢個故事去出嚟。嚟到今日呢個會裏面啦，我哋見咗好多，除咗係一啲叔叔嬸嬸啊，仲有啲好有資歷嘅人士之外，仲有好多嚟自一啲外地嘅一啲外國人啦。咁我同佢諗個問題啦，其實點解有咁多外國人會嚟到咧？其實在於一樣嘢，功夫呢樣嘢對於佢哋有啲乜嘢吸引性？即係無論過往一開始係喺即係李小龍大家都識嘅時候啦，去到之後即係再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學派各方面啦。其實功夫呢樣嘢對於外國人嚟講，佢無論係一啲係武術上面一啲所謂打交又好，或者各方面同埋文化內涵，其實都吸引到佢哋去學嘅。所以點解佢哋會山長水遠嚟到呢一度而去聽呢個研討會咧？你望下你啱啱嗰張圖啊，呢度啊，
你啱啱你望到樣嘢，有瑞典都有啊！你諗下佢成個歐洲唔同地方都已經會有啦。佢相對地嚟講，你見到就算喺非洲都有喎。我今日會即係去吸收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包括拎咗好多唔同嘅史料啦，亦都知道有啲即係中華武術一啲如何結合咗現代嘅科技，例如話呢個中華武術流各方面。咁對於我哋嚟講，我可以喺學校裏面先教咗同學仔，即係邊一啲嘢係同中華武術相關嘅科技，透過啲科技去吸引咗佢哋，等佢哋建立咗個興趣。咁建立完興趣之後，我先再慢慢講啲內涵嘅。包剪揼輸咗嗰個去。OK， 試啊！你唔玩埋一份。OK， 嚟，我哋玩。嚟啊！揮磅用呢度。哦，呢度。綁呢度。哦。呢個綁手。哦，擋手。對於依家嘅小朋友嚟講，一開波同你講話學功夫應該點，講好多內涵嘅，其實佢哋係唔會明嘅。反而就好似啱啱喺成個研討會裏面啦，咁李玉昌師傅都講啦，其實我哋要先建立咗個興趣，等佢有興趣之後再慢慢去學。咁當同學仔發現咗，其實好多資料可拼埋一齊嘅時候，咁好似啱啱咁多張唔同嘅相，或者相裏面可能啱啱即係李博士都講到話邊個係即係葉問宗師啊，咁揾嗰啲特徵嘅嘢出嚟，咁同學仔就覺得啊，其實張相裏面有好多特別嘅嘢喎，咁就慢慢會有個興趣。純粹係話我哋要教佢提出一個問題，同埋去揾一個特別嘅地方，咁佢哋有個好奇心咧，就會有下一步咯。如果喺下一步咧，我諗住啱啱最簡單，將一啲本身你哋已經即係整好咗一啲同中華武術同現代科技相關嘅嘢，擺翻學校度，即係例如話中華武術流呢樣嘢，直接俾同學仔喺上堂裡面去試，直接去感受。因為如果我齋噏咧，我相信啲同學仔唔會點樣聽啦，或者聽完一陣就完咗幾樣嘢，反而係俾多呢啲嘢佢去試。然後咧，佢就會周圍 send 俾同學仔啦，即係好快就有同學仔問你打詠春打得開唔開心啊？因為有師傅先教到嘛，冇就淨係攞張牌啦，都唔緊要嘅。順時針開始，好，請大家享受遊戲啦。我哋學校最主要係透過一啲體驗式學習嘅，即係上堂教書嘅部分，間學校都有㗎啦，即係講中華文化點。但係個問題就係同學仔係咪真係好深刻咁樣去認識咧？就未必嘅。透過一桌遊嘅形式啊，或者係透過啲師傅同佢哋有親身對話，實佢哋會願意去嘗試去認識呢樣嘢。同埋喺遊戲裏面，其實你都滲透咗好多唔同嘅概念裏面，即係例如話除咗功夫以外，咁有兵器啊各方面嘅，或者詠春或者唔同嘅武術裏面有唔同嘅技巧。喺呢一啲 task 裏面，俾同學仔知道一啲內容係啲乜嘢，佢哋會更加願意去嘗試去試咯。好玩在嗰啲師傅好熱情啦，然後教啲功夫都教得非常認真。攞分數唔代表啲咩，玩得開心最重要。因為玩嘅時候咧，你學功夫啦，同嗰啲同學交流嘅時候，會覺得有開心，好開心咯嗰種。同埋嗰啲師傅就算我扣咗分，都會鼓勵我咯。同學都係咁。你問下小朋友，佢放咗學，佢會唔會自己去做一啲研究？佢會唔會自己做一啲武術嘅體驗？就算佢去揀去做一啲運動咧，佢寧願去打波嘅。佢比較少咧自己落去公園耍太極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喺我哋學校咁講啦，能夠將唔同嘅武術帶入嚟我哋學校，俾小朋友有一個經歷同埋體驗，難保咧有啲同學仔咧係揾到佢哋自己嘅興趣，佢將來自己想去發揮、想去發展。過往一開始我唔係太識教書嘅時候咧，咁我去到活動咧都係冇乜點參與嘅，咁啊純粹可能係食花生嘅角色睇啲同學仔玩，咁但係長久以嚟其實同學仔未必會係好享受去玩嘅，咁我之後開始慢慢發覺樣嘢，我自己不如玩埋佢一份啦。其實老師同佢做緊同一樣嘢，佢哋會願意去嘗試啦，同埋我都做完之後咧，我同佢一齊分享、一齊做反思嘅時候咧，佢哋會有更加深刻嘅感受咯。喺我哋學校入邊，我哋講兩個好重要嘅概念係陪伴同行呢兩個概念嚇。陪伴係同細路仔一齊成長，同行係當佢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同佢哋一齊去挑戰呢啲困難，我哋同佢一齊解決呢啲困難，令到佢哋進步。喺裏面我自己都會學到一啲唔同嘅嘢，例如去學中華武術嘅時候，我自己本身由完全唔識，去到識咗少少，咁嗰個過程裏面都係有收穫㗎嘛。同
樹仁大學合作咧，亦都有我另一個好長遠嘅考量咧，就係俾小朋友一個生涯規劃嘅經歷。我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啲同大學生啦、同大學學者啦，以至同大學嘅聯繫，令到同學咧更加了解，如果佢將來繼續俾心機讀書，入大學之後佢條路可以點樣走。我哋都希望咧，其實呢個合作唔單止喺香港嘅，可能去俾小朋友有機會去到國內裏面去認識翻更加多嘅中華武術嘅派系，咁佢可以學習到唔同地方有啲咩分別啊，各方面嘅嘢咯。嚟緊落去咧，更加多嘅中華文化活動咧，你想玩啲咩活動啊？除咗詠春，我仲想學多啲嗰啲輕功啊，係啊，我想學。好啦，點解要中意學輕功啊？細個時中意睇，同埋覺得好神奇啊！輕功係咪中華文化嚟㗎？係啊，唔係咩？